糖尿病比较严重。糖尿病甲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食药控制，不过有部分的患者因为烦恼疫情，耽误了去病院摕药的时间。医师就提醒，在疫情期间，患者要如何回诊甲摕药？拿药的部分的话呢，建议绝对不能中断哈，因为在中断用药的情况底下，血糖处于更不稳定的状况，这时候一旦染疫的话，后果会更为严重。那所以呢，如果真的很害怕医疗院所的部分的话呢，又可以利用一些视讯远距医疗的一些资源来跟医师做病情上的沟通。那不过呢，尽量在这个抽血检测的部分的话呢，也要跟医师讨论。如果医师认为病况稳定的话呢，适度的拉长抽血的间距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病况不稳的话呢，尽量还是有抽血的数据，让医师来参考做调药的动作。除了回诊甲摕药，医生也建议会当多加利用工具掌握身体状况。那平常自己在家里的一个监测就是用血糖机。那如果真的呢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，尤其在很困难控制的糖尿病族群，如果当不舒服的情况产生一些恶心感，甚至食欲不振的状况，有时候呢，除了血糖以外呢，也可以考虑买这个测量血酮的这个机器。如果当血中的这个酮体呢产生过高的情况的话呢，就要立即就医，因为这个时候再严重下去，有可能就会导致酮酸中毒的产生。也医师表示，糖尿病友在过去无疫情的时，有着医疗团队甲家人的充分支持。到了后疫情时代，真侪时阵需要有自我处理的能力，善用工具以及一寡稳固医疗卫教资源，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必须的能力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